互联网的这个桥梁对于我们创作者来说是非常好的机遇，因为只要你的作品足够好，就一定会有被看见的机会。在中国有很多很好的地方戏，以前你需要生活在这个地方才能更好的更多的去了解这门艺术，但是现在的观众只需要一根网线就可以看到这些好的作品、好的艺术。我有时候也会刷到很多国外的网友，像什么韩国的、日本的、越南的，甚至泰国的这些网友们，对于看了我们粤剧的一些片段啊，或者他们刷到的一些有关于我们粤剧的视频的这些评论，还有我们在其他国家演出的时候，前段时间我刚去过法国演出，就是有法国的小哥哥小姐姐特地的来看我们的演出，然后他们会专门的把我们粤剧的这些台词去翻译出来去听，然后他们真的有在了解我们粤剧，就是以前觉得特别不可思议的事情，都因为互联网都成了可能。互联网的能量真的是非常的大，所以主动的去利用互联网，我觉得也是我们这一代传统文化从业者应该去学习的事情。好几年前开始吧，我就会把自己表演的一些段落，或者是练功的一些片段，然后经过自己的剪辑发到网上，也因此积攒了最初的一些互联网的粉丝。在这个同时，我也经常能够在互联网上学习到其他的舞台艺术。通过这些互联网上的学习，也反哺了我自己在舞台上的这个专业。每一个作品其实他们都在利用互联网去宣传自己，然后像现在的电影啊，哪怕是话剧啊、舞剧啊、音乐剧啊，他们都会把自己最精彩的片段然后剪辑出来，把高光部分放到网上。观众的力量是不可小觑的，就像我们出圈的这几个小视频，其实基本上都是返场的时候观众拍摄的段落。还有我觉得就是互联网特别厉害的一点，就是让全民去参与这样的一种分享和创作，是它最厉害的一点。因为它成为了现在人的一种生活方式。网络上在传播的时候，经过不同的人剪辑，可以有很多不同的效果。我觉得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，就是经过每一个人的创作，它就变成了无数个不同的作品。观众既是作品的消费者，也是我们作品的共同创作者，更是作品的传播者。所以我们敬畏互联网，就是敬畏观众。